喂，Playmate 玩咩好？邊度好玩？我哋去玩。過關搭3個站就嚟到嘅福田 CBD 平安金融中心，裏面隱藏咗好多間高級、高質、儀式感滿滿嘅餐廳。之前食過一間主打花料理嘅日式料理餐廳，今次見到餐廳推出咗雪蟹雙人午市套餐，食齊雪蟹、鵝肝、銀鱈魚、和牛，仲有佢哋特色嘅鮮花液態氮雪糕，忍唔住過去食多一次。想慶祝生日或者同另一半慶祝周年紀念，絕對值得考慮呢一間日料。喺福田口岸過關，搭4號線嚟到會展中心站，轉1號線搭1個站就到。如果喺羅湖口岸過嚟，1線直到更加容易，2個方法都大概10至15分鐘。嚟到購物公園站，喺 D 出口行入去呢個樓高118層嘅平安金融中心，簡稱 PAFC。搭 lift 上到嚟4樓，沿住行去戲院方向，就會嚟到呢間 Unsi-Toki。喺上年7月嘅時候，我哋已經食過一次，對佢嘅鮮花料理好有深刻印象。穿過餐廳嘅黑布入去，就會見到餐廳氣氛比較高級，黑色裝修高調得嚟，帶有種神秘感。已經化為設計靈感，有開放式，同時亦都有私密性嘅小包間。餐廳融入鐵板燒，中意欣賞廚師烹調嘅，亦都有板前座位。隔籬仲有放滿咗唔同酒類嘅酒櫃，一大班人嚟 gathering， 有2樓包房，私密度更加高。有需要佈置可以提前同餐廳溝通，會有免費簡單佈置。餐廳有5副 menu， 最平699蚊位，另外仲有兒童餐198蚊位。呢次我哋喺大眾點評買咗 Unsi-Toki 最新嘅999蚊雙人午市雪蟹套餐。呢個套餐逢星期1至星期日11點至2點都用得到，當中包括前菜、碗物、主菜、甜品等9款菜式，又會即場喺食客面前展示會用嘅活海鮮食材，例如雪蟹、黑金鮑、龍蝦，新鮮生猛見得到。出餐之前，店員首先會問食客有冇忌口，好貼心。每一道送上台嘅時候，店員都會簡單介紹一下用嘅食材同埋進食配搭，擺盤精緻。首先上台嘅係自製飲品，慢慢打開胃口，之後再嚟嘅係時令魚生，有雪蟹腳、厚切鯛魚、赤貝同埋三文魚，每一款都好新鮮。蟹肉茶碗蒸，混入蟹肉同埋百合，面層淋咗蟹膏醬同埋食用花，蛋蒸得好滑溜。店員會捧住食用花展示同埋介紹，令食客安心食用。主菜料理有2款，分別係有創意得嚟又有儀式感嘅鵝肝甜筒，同埋雪蟹料理。鵝肝甜筒用咗放滿玫瑰花嘅擺盤送上，鵝肝唔會太大件，唔會令到人食得覺得飽滯。夾雜紅酒醬同埋藍莓可以解膩，入口即溶嘅鵝肝配一啖脆脆嘅甜筒，口感特別，感覺好似真係食咗雪糕一樣。而雪蟹料理可以一次過食到蟹身同埋蟹腳，菜式冇太多調味，拆好嘅蟹身擠入蟹膏，方便易食。而銀鱈魚經過鐵板燒煎烤，外表香脆，食落口魚肉質細嫩，而且冇骨，配埋酸甜適中嘅醬汁，食到差唔多會有清爽嘅沙律，可以解下油膩，中和一下。之後再嚟嘅係和牛薄燒，佢燒得啱啱好，唔會太過生出晒血水，又唔會燒過頭，好煙韌乾柴，配有玫瑰鹽。食到呢個菜式嘅時候，呢個 moment 已經有70%飽，估唔到仲有每人一份嘅當日炊飯。呢碗和牛櫻花炒飯份量都唔少，櫻花蝦味濃，飯炒得粒粒分明。而甜品有雪糕，呢一個係非一般嘅抹茶雪糕。店員首先拎咗鮮花料理盒介紹，當中有水果菊花、朱古力花等等，可以揀自己想要嘅鮮花。店員會加入零下196度嘅液態氮製作成為鮮花脆脆，撈入雪糕一齊食，幾有儀式感。而且雪糕抹茶味好濃好突出，
最後再有一份香橙士多啤梨水果，再配抹茶巴斯克蛋糕作 ending。如果大家中意食鵝肝嘅話，可以喺大眾點評收藏打卡，拎翻一份好事花生鵝肝慕斯，還原度十足。想慶祝特別節日嘅話，呢間 Unksitoki 的確唔錯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住 like、訂閱、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